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阿 Miu 啊，歡迎翻到嚟妙思慧言。大家知唔知我身處喺邊度呢？我就喺屯馬綫嘅鑽石山地鐵站 D 出口，因為今日係7月17號，亦都係 D 出口第一日開通嘅日子。呢一個 D 出口咧開通嘅時間係6點去到夜晚嘅12點。咁點解佢會係呢一個時間去開放呢？就係因為佢要配合翻體轉院嘅商場開放時間，方便居民同埋市民出入啊！咁我哋一齊行下睇下有啲咩啦。就喺 D 出口隔離咧，會有部升降機，佢將來可以通往彩虹道嘅方向，不過而家仲未開放。喺超市隔離咧，呢度有一道門，就係通往啟祥苑嘅方向啦。剛才講嘅升降機咧，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呢個位置可以行地面通向出邊嘅彩虹道，或者將來地下會有一條地下隧道，行地下隧道可以通往啟祥苑近彩虹道嘅出口，或者四美街嘅出口。我哋期望呢條通道可以喺今年嘅年底全面打通。好啦，今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咩意見都可以喺下面留言，記得讚好同埋訂閱呢條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